大家好，我係 Perfect Times Yoga 嘅 Joyce，歡迎你一齊參加今日呢個瑜伽練習。今日呢套 Hatha 瑜伽練習會幫助你放鬆腹部，促進消化。我哋會透過呼吸、輕微嘅核心動作同伸展，去溫和咁刺激腸胃嘅器官，令到身體感覺輕鬆啲，腸胃暢順啲。如果有時你覺得肚脹，腸胃唔係太好，或者長時間坐喺度，喐動得比較少，咁呢套練習就非常適合你。依家請你先隨意咁翹起雙腳坐低，雙手放喺膝頭上邊，掌心向上或者向下都可以。合埋雙眼，盡量放鬆身體上所有嘅繃緊。保持背脊挺直同有規律嘅呼吸，鼻吸鼻呼，讓身體靜落嚟。依家打翻開雙眼，慢慢跪喺瑜伽席上邊，雙手放喺膊頭嘅下邊，雙腳打開大約盤骨嘅闊度。我哋由 tabletop position 開始，然後腳趾踩實地下，慢慢將 pat pat 升高向上推，雙腳伸直，進入下臼式。你可以先屈曲一邊膝頭，好似踩單車咁，左右腳輪流踩下佢，慢慢鬆開大髀後側嘅肌肉。依家同時屈曲雙腳，將腹部靠近大髀，由手臂、腋下一路到背脊，盡量伸長上半身。再嘗試慢慢將雙腳伸直，腳掌踩實地下。如果腳踭唔能夠完全貼地，可以輕輕離地，或者少少曲膝都可以。雙手伸直，10隻手指擘開撳實地下，背脊保持伸長，膊頭放鬆，心口盡量再沉低啲，眼望膝頭或者腳掌嘅方向，保持自然嘅呼吸。我哋喺呢個下臼式停留一陣，跟住我哋準備進入無事一式。吸氣，左腳遞高，然後踏去兩手中間，雙手叉腰，升起上半身，前腳踏實地下，指正正前方，前後腳腳踭對齊成一直線，後腳腳掌向外打開45度，同樣踩實喺地下，後腳盡量伸直，前腳屈曲，小腿要同地面垂直，膝頭喺腳踭嘅上邊，避免左右兩邊擺咗開去，盤骨對正正前方，尾龍骨微微向內收，保持脊椎伸長，收緊腹部，啟動核心同臀部嘅肌肉。先穩定下盤，盡量再坐低啲，腰背挺直，頭頂頂天，雙手向上舉高，手踭大約喺耳仔嘅兩側，手掌對手掌，膊頭放鬆，離開耳仔，
打開胸口，肩胛骨夾埋，眼望前方或者斜上方。呼氣，將雙手撳返落地，左腳踏後返返去下狗式，先停一停。吸氣，右腳遞高，然後踏前去到兩手中間，雙手叉腰，升起上半身，前腳踩實地下，指正稱前方，後腳嘅掌向外打開45度，同樣踩實喺地下，後腳盡量伸直，前腳屈曲，小腿同地面垂直，膝頭喺腳踭嘅上邊。盤骨對正前方，尾龍骨微微向內收，保持脊椎伸長，收緊腹部，先穩定下盤，盡量再坐低啲，腰背挺直，頭頂頂天，雙手向上舉高，手踭大約喺耳仔嘅兩側，手掌對手掌，膊頭放鬆，離開耳仔。打開胸口，肩胛骨夾埋，眼望前方或者斜上方。呼氣，將雙手撳返落地下，右腳踏後返返去下狗式。跟住，我哋準備進入武士儀式。吸氣，左腳遞高，踏前去到兩手中間，雙手叉腰升起上半身，左腳繼續踏實喺地下，指向正前方，左右腳踭對齊成一直線，右腳向外轉開90度，稍微向返左少少，擺放好雙腳嘅位置之後，雙手向兩邊伸直，去到膊頭嘅高度，掌心向下，檢查一下上半身同盤骨有冇對正瑜伽嘅側邊，亦即係鏡頭嘅方向。左腳曲膝，小腿要同地面垂直，膝頭喺腳踭嘅上邊，同樣避免左右兩邊擺咗開去。右腳盡量伸直，踩實地下，頭轉向左邊，眼望左手手指方向，收緊腹部，挺直腰背，肩胛骨盡量夾埋，手臂用力向左右兩邊伸展，但膊頭要放鬆，保持穩定呼吸。呼氣，將雙手撳返落地下，左腳踏後返返去下狗式。依家做埋另外一邊，吸氣，右腳遞高，踏前去到兩手中間，雙手叉腰升起上半身，右腳繼續踏實地下，指向正前方。左右腳踭對齊成一直線，左腳向外轉開90度，稍微向右少少。擺放好雙腳位置之後，雙手遞高，伸直遞向兩邊膊頭，掌心向下，左腳盡量伸直，踩實地下，右腳曲膝。小腿要同地面垂直，上半身同盤骨要對正後邊嘅花草樹木，頭轉向右邊，眼望右手手指方向，收緊腹部，挺直腰背，肩胛骨夾埋，手臂用力向左右兩邊伸展，膊頭要盡量放鬆，
保持穩定呼吸。呼氣，將雙手撳返落地下，右腳踏後返返去下狗式，然後雙腳踏前，慢慢將上半身捲起，企返響度。我哋先由山式開始，準備進入椅子式。合埋雙腳，腳掌踩實地下，吸氣，雙手伸直，舉高過頭，手臂貼近耳仔，手掌可以合埋或者打開。呼氣，慢慢曲膝，將身體向下坐，直到大髀盡量同地面保持平衡。而膝頭唔好前過腳趾，上半身唔好向前傾，要盡量向後挨，收緊腹部，尾龍骨微微向下收，脊椎拉長，胸口微微打開，保持穩定呼吸。吸氣，伸直雙腳，將雙手放返低，企返響度，返返去山式，放鬆。依家慢慢跪返喺瑜伽席上邊，雙腳打開同盤骨一樣嘅闊度，將右腳向右邊伸直，腳掌踩實地下，腳趾可以向前或者微微向外。吸氣，雙手舉高過頭，拉長脊椎。呼氣，右手慢慢放落右腳嘅小腿上邊，手心向上。左手繼續向頭頂方向伸，感覺整個左邊身體側腰被拉長。留意唔好壓住膝頭，眼望前邊或者手指方向，保持下半身穩定。胸口盡量打開，向上轉開去，保持自然呼吸。吸氣，慢慢將上半身帶返上嚟中間，放低雙手，跪返響度，準備換另外一邊。今次將左腳向左邊伸直，腳掌踩實地下，腳掌可以指向前邊或者微微向外。吸氣，雙手舉高過頭頂，拉長脊椎。呼氣，左手慢慢放落去左腳小腿上邊，手心向上。右手繼續向頭頂方向伸，感覺整個右邊身體側腰被拉長，小心唔好壓住膝頭，眼望前邊或者右手方向，保持下半身穩定，胸口盡量打開向上轉開去，保持自然呼吸。吸氣，慢慢將上半身帶返去中間，跪喺度，放低雙手。依家我哋準備進入船式，先坐返喺瑜伽席上邊，屈曲雙腳。腳掌打開大約同盤骨咁闊，踩實地下，挺直腰背，打開胸後，
雙手輕輕扶住膝頭嘅後邊，吸氣，先用力收緊腹部，慢慢將身體重心向後移，雙腳抬離開地面，小腿同地面平衡，腳尖向前伸直。當你覺得穩定，可以放開雙手，手臂向前伸直，同小腿平排。如果你想挑戰多啲，可以慢慢伸直雙腳，腳尖向上，進入完整嘅船式。記得保持自然呼吸，核心收緊，膊頭放鬆，感受腹部、大髀同背脊嘅肌肉一齊發力。放鬆，雙手雙腳放返落地下，攬住雙腳，輕輕垂低頭，放鬆埋上半身。依家將雙腳合埋，向前伸直，勾起雙腳，吸氣，雙手向上遞高伸直，盡量拉長脊椎，打開胸口。呼氣，微微翹起尾龍骨，從盤骨開始，將上半身向前接，雙手向前伸，輕輕捉住腳掌或者小腿，或者放喺地面，胸口盡量向腳嘅方向靠近。如果大髀後側拉扯得好緊，可以微微曲膝。如果覺得後腰嘅壓力好大，可以墊一條毛巾或者坐喺瑜伽磚上邊，眼望腳趾方向，放鬆條頸，沉低膊頭，離開耳仔，保持深長嘅呼吸。放鬆，跟住我哋準備進入蝗蟲式，先趴喺瑜伽席上邊，雙腳向後伸直，腳背貼住地面，額頭輕輕放落地下，雙手放喺身體兩側，手背貼地，手臂放鬆，先將尾龍骨向下捲，恥骨微微壓向地下，然後吸氣，背脊用力，慢慢將胸口抬起，雙手向後伸，手臂盡量貼近身體嘅兩側，掌心對掌心，或者可以互相扣住，再將雙腳一齊抬起，感受背脊、臀部同大髀後側一齊發力，眼望前下方，保持頸同膊頭放鬆。呼氣，慢慢放低雙手，胸口同雙腳，額頭貼返喺瑜伽席上邊，稍作休息。跟住配合自己嘅呼吸，我哋再做多一次。吸氣，背脊發力，雙手、胸口、雙腳一齊抬高，眼望前下方，保持穩定呼吸。呼氣，慢慢放返落地下，放鬆身體。依家我哋屈起雙腳，
腳踭靠近 pat pat 方向，雙手向後伸，捉住腳腕，先收腹，然後吸氣，慢慢將雙腳向後踢，同時將胸口同大髀抬離開地面，進入弓式。視線向前望，條頸要放鬆，膊頭打開，身體保持穩定。隨住每次吸氣，嘗試將身體拉得更高，感受背脊同腹部用力。隨住每次呼氣，感受胸口同肩膊進一步打開，保持深長呼吸，感受身體前後嘅平衡同力量。呼氣，鬆開雙手，慢慢將大髀、胸口同額頭放返喺瑜伽席上邊，休息一陣。準備好嘅時候，我哋重複多一次。先用雙手捉住腳腕，收腹，吸氣，慢慢將雙腳向後踢，同時將胸口同大髀抬離開地面，保持深長呼吸，穩定身體。呼氣，放鬆。依家慢慢將身體反返轉，瞓返喺瑜伽席上邊。雙腳自然伸直，腳掌微微向外打開，雙手放喺身體嘅兩側，手心向上，手指自然微微屈曲，輕輕合埋雙眼。將注意力帶返去你身體，感受下你每一下嘅呼吸，點樣輕輕喺身體裏邊流動，靜靜咁去觀察，放鬆你嘅眼皮、鼻梁、下巴，整個面部都慢慢完全融化，膊頭、背脊、腰部都慢慢沉落地下。容許雙腳完全放鬆，放低所有繃緊同攰嘅感覺，連腳趾都可以休息埋。你無需要做任何事，無需要控制任何感覺，你只需要喺呢一刻安靜咁瞓響度，容許所有事情都暫時放低，冇任何煩惱咁進入大休息 Savasana。如果有時間，我邀請你留喺大休息5至10分鐘，享受呢份寧靜，或者慢慢將意識帶返嚟身體。而家喐動下啲手指、腳趾，慢慢將雙手伸向頭頂，微微伸個懶腰，曲起膝頭，將身體輕輕轉向右邊，頭
可以瞓喺右手手臂上邊停一停，然後慢慢坐返起個人。多謝你今日一齊參加今日呢個瑜伽練習，希望透過啱啱完成嘅前彎同按摩腹部器官為主嘅瑜伽式子，可以幫助你促進腸胃蠕動，改善消化系統嘅功能。消化不良有時都係你情緒同壓力狀態嘅反應。願你將今日練習中感覺到嘅輕鬆延續落去每一日嘅生活入邊。Namaste。如果你對今日嘅練習有任何意見，歡迎留言俾我，分享你嘅感受或者提議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呢個瑜伽練習，希望你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當你想係放鬆或者重整一下自己嘅時候，返嚟重溫。你亦都可以睇下其他瑜伽影片，揀一個最啱你心情或者身體需要嘅練習。多謝你今日嘅參與，我哋下次再見。